夏承安吗？不记得我了？我们初中同过班啊，一起抢过小贩的最后一只烤串。安安哥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嘿，夏承安，还给我！你是丁伟？是呀，真是好久不见了，没想到咱们俩竟然能同班啊！各位同学，早上好。开学第一天就上数学课，大家一定很不开心吧？不开心。我是郑坤，是你们的数学老师，同时也是你们的化学老师。所以这学期你们跟我见面的机会会非常多。下面开始点名，大家拿起手上的腕表，放在桌子的右下方。